今集會帶大家嚟到一間好有英倫風情嘅綜合度假酒店，感受下濃濃嘅英國味道。去澳門倫敦人丘吉爾餐廳朝聖個奇幻仙境下午茶，精緻嘅甜點同鹹點擺盤好似童話場景咁，每一件都靚到唔捨得食，一邊影相一邊慢慢嘆，真係好 chill。之後就去體驗倫敦人酒店嘅招牌節目皇家衛兵換裝，氣勢十足，好似一瞬間去咗白金漢宮門口咁。開始澳門第3集。如果想睇嘅話，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， 按埋 like 同 share， 我哋馬上去片。今集我哋嚟到路氹西，發掘下隱世美食同埋必去嘅景點。第一站帶大家走入澳門倫敦人，一齊展開一場奇幻仙境下午茶嘅夢幻體驗。澳門倫敦人嘅丘吉爾餐廳有個奇幻仙境下午茶，真係好似一場奇幻嘅視覺同味覺盛宴噶。佢係以愛麗絲夢遊仙境嘅世界做靈感，將童話裏面嘅角色場景融入去甜點、鹹點同餐具設計度，令人好似走咗入仙境咁享受下午茶時光。呢個奇幻仙境下午茶淨係喺星期五至星期日先有供應，主要係做雙人套餐㗎。丘吉爾餐廳裏面繼續保持維多利亞風格，用咗拱形天花、復古燈飾同埋大理石地板打造出優雅嘅英式餐廳感覺。3層架同茶具嘅設計都加入咗白兔、蘑菇、魔藥試管呢啲元素，甜品好似一件件小擺設咁，一擺上台就已經好有戲劇感，點樣影相都可以影到童話 feel 嘅相。下晝茶用紅黑白做主色，碟上面印咗梅花、紅心呢啲圖案，茶杯同碟就設計到好似倒寫咁斜斜地。魔法禾菇整成紅白禾糕嘅樣，面頭係亮面果凍同奶油，切開係生果香味嘅慕斯同鬆軟蛋糕，好似跌咗落愛麗絲嘅奇幻松林咁。綠色圓波波加頂皇冠蝴蝶結，諗起紅心皇后同埋啤牌士兵。入口係開心果或者係抹茶味慕斯，果仁味好香濃，食落又唔會膩口。粉紅火烈鳥甜品用咗莓果同荔枝慕斯整出嚟個樣。天鵝同火烈鳥條頸係用白朱古力拉出掹掹地嘅線條，酸酸甜甜嘅生果味配埋脆卜谷嘅餅底，少女感覺爆棚。個蛋糕係方形白色，整到好似紅心皇后咁，外層有絨面雪白效果，頂部插咗白朱古力旗仔同紅心裝飾，入面嘅餡多數係朱古力或者莓果夾層，食落口感又滑又豐富。湛藍色圓頂甜品係以愛麗絲條經典藍裙做靈感㗎，外層滑溜到好似塊鏡咁，包住咗軟滑嘅慕斯同生果香味嘅內餡，頂頭仲有個立體蝴蝶結做裝飾，好似將愛麗絲條發帶縮細咁擺喺個碟上面，又夢幻又優雅。呢層鹹點將經典嘅英式小食玩到好似愛麗絲夢遊仙境咁怪誕，顏色又繽紛，層次又豐富，完全打返一般下午茶淨係靠甜品撐場嘅印象。鋪滿蔥花嘅方形多士好似一塊迷你草地咁，上面放咗碎春蛋同地洋蔥花瓣，食落口先係滑捋捋嘅蛋沙律同麵包香，跟住再有酸酸甜甜好開胃嘅蔬菜香味。橢圓形多士上面鋪滿煙肉或者雞肉、黃咖喱汁同埋七彩燈籠椒，顏色好似童話故事入面拎出嚟嘅小船仔，
味道就係香料味好濃嘅暖粒粒風味。有吉爾餐廳嘅奇幻仙境下午茶，最吸引就係將愛麗絲真人表演同埋近景魔術一齊帶到餐台上面，等客人可以一邊食一邊睇，成個下晝都沉浸喺童話氣氛入面。食完飯嗰陣，魔術表演完咗之後，侍應會送上一塊茶壺形狀嘅綠色曲奇，上面印住 We all met here 字樣，當係成個奇幻旅程嘅收尾小驚喜。呢句嚟自愛麗絲夢遊仙境入面茶君貓嘅名言，代表喺呢個古靈精怪嘅世界，可以暫時唔使理啲規矩，放開嚟癲，飲埋最後啖茶，食埋塊曲奇，就好似惠風母子嘅茶會寫低個童話式嘅結局咁。澳門倫敦人酒店嘅皇家衛兵換崗，絕對係全場最有儀式感、最值得期待嘅重頭戲之一。遊客一踏入水晶金殿，華麗水晶燈、英倫式建築細節配合莊嚴音樂，氣氛即刻拉滿，好似瞬間穿越去倫敦白金漢宮門前。表演由蘇格蘭衛隊同號角手拉開序幕，再結合專屬音樂、燈光同多媒體特效，3層高呢啲熒幕上同步呈現衛兵畫面，營造出360度沉浸式英倫場景。超過20位表演者跟隨節奏變換隊形，隊列序落，動作一致，現場氣氛由莊嚴慢慢推高到熱鬧，忍唔住不停舉機影相拍片。唔使飛到英國，一樣可以喺澳門近距離感受皇家衛兵換崗嘅震撼場面，係倫敦人度假區必睇、必打卡嘅招牌節目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下一集會繼續澳門3日2夜嘅旅程，記得睇埋下集預告。旅遊通頻道已經正式開咗 Facebook 同 Instagram， 之後除咗片裏面講到嘅行程重點，為咗大家更方便安排行程同埋揾有關資料，2個平台都會同步更新，等你可以隨時查返路線、交通同埋實用小貼士。 Facebook 同 Instagram 仲會不斷加埋各地嘅美食推介同打卡景點介紹，由人氣餐廳到隱世小店，由必去景點到冷門小區，全部同你整理好。記得幫旅遊通 Facebook 撳個追蹤， Instagram 撳個 follow， 再加埋開啟通知，下次 plan trip 就可以一邊睇片一邊對住啲 post 揾靈感。